馬太福音第11章，耶穌吩咐完了12個門徒，就離開那裏，往各城去傳道，教訓人。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發2個門徒去，問他說：那將要來的是你嗎？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？耶穌回答說：你們去，把所聽見、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，就是瞎子看見，瘸子行路，長大麻風的潔淨，聾子聽見，死人復活，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他們走的時候，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：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？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？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？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？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裏。你們出去究竟是為什麼？是要看先知嗎？我告訴你們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經上記着說：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道路。所說的就是這個人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婦人所生的，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。然而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。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，天國是努力進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，到約翰為止。你們若肯領受，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。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，說：我們向你們吹笛，你們不跳舞；我們向你們舉哀，你們不捶胸。約翰來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說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來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，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。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，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，就在那時候責備他們，說：哥拉汛啊，你有禍了；伯賽大啊，你有禍了。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泰爾、西頓，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子，泰爾、西頓所受的，比你們還容易受呢。迦百農啊，你已經升到天上，將來必墜落陰間，因為在你那裏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所多瑪，他還可以傳到今日。但我告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所受的，比你還容易受呢。那時耶穌說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，向嬰孩就顯出來。父啊，是的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沒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，沒有人知道父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
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